喺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可再生能源，例如風力發電、潮汐發電，亦有其他人造嘅發電系統，例如核能、天然氣、燒煤等等。但面對自然資源快將耗盡，加上發電成本日益增加，唯有研發新能源先可以為呢個社會起一場能源革命。由騰訊科技有限公司研發嘅自然空氣動力發電系統就屬於可持續發展嘅能源。本系統以氣壓高低差推動槳葉發電，利用線性加速嘅原理達至槳葉恆速。本系統更可由過百部發電機組成，大大提升發電效率。系統特點：氣壓動力係用之不盡，可為本系統提供源源不絕嘅動力。本系統容易打理，由模組化組件組成。本系統無需大量人力維護，卻能夠提供穩定、高效率嘅電力。對比核能、化石燃料發電，自然空氣動力發電系統可提供持久穩定而無污染嘅能源，就算有天災亦能安全運作，為市民提供全天候電力。自然空氣動力發電系統，未來嘅能源。